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价值上会挺好用来做文宣的陈逸轩。人讲大学的生活是功课、社团甲爱情，逐项拢爱有。啊，阮班对1年啊到即句，有袂少人已经找着家己心目中的安那达，有够互人欣羡。总是讲诚实的，我自细汉到大，就无咧行桃花运。毋则决定讲要参同学小招去拜月老，望神明通替我安排一段正缘。是讲拄头一关那尔，我就随撞着一寡困难。听人咧讲，通台湾的月老就有1/3拢伫台南，啊，即只有遮侪间，到底是要选倒一间来拜咧？我即个人别项无，简单逐项着好闲啊！今仔日恁着听我甲恁说分明，互恁有水、有缘、有爱情。我讲月老要拜，免挂虑，心心姻缘自然有。若讲好话，兼做好事，爱情的路上着无盲目。头一步就是爱考虑要经倒一间庙来拜。台南有几若间庙的月老较有名，第一间四点武庙，即间的月老有一支拐啊，通来化解烂桃花。啊，毋过我连桃花着无啊，所以即间我无哈。过来第二间是大天后宫，即间是咧甲有意爱的人斗助战，我即句遥用袂着，来去别间看卖，凡世界较好势。第三间是重庆市，专门咧劝人好好的，我即句遥用袂着啊。最后阁有一间就是阮国文老师上推荐的，伊讲即间庙介姓就是鹿耳门的天后宫。伊讲因翁仔某就是去即间尾啊，月老着甲因两人斗牵线。伊阁小解讲吼，即间有一片壁，面顶的翁仔某相片是大家无底通达的。我毋是想讲要来试卖咧，最后着选即间鹿耳门的天后宫。啊，要拜倒一间庙选好势啊，刷落来就是爱考虑讲要穿啥物款的物件入去甲拜。啊，去拜月老就是望月老会当甲咱斗安排，所以着爱穿一寡神明爱食的。啊，月老较喜欢食啥？我等下家己考看卖。啊，你若约会出来，就表示讲你真有月老的缘咯。啊，是讲甲恁小提醒一下，人月老是上北路南行四方。台语、华语拢会通，有当时啊，咱嘛会当用华语来约讲伊咧想啥哦。头起先，咱来传一寡果子。头一张毋免我来小解吼，这是榴莲；第二张是银眼干；第三张是香蕉。且对遮个水果的形甲名称，想看讲咱着要传倒一项果子会较好势。约头一张的，请举手。约第二张的，请举手。感觉月老较喜食香蕉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第二张银眼干才对，是安怎咧？咱来看银眼干吼，伊生做圆圆，就是代表圆满。啊，有的人嘛会撒一寡红枣来甲拜，望会当量早找着对象。过来，咱来传一寡四修啊，甲大家考看卖，月老是较喜食咸的、食咸的，也是食甜的。即个我看真简单，我请一个朋友来回答好无？啊，有人想要回答无？好。咸的。咸的。咸的，敢要搁想看卖咧？好。无毋对，啊，你是安怎你要选这个答案？好，不要紧，我来甲你讲吼，就是像糖仔也是甜的脆食米，代表糖甘蜜甜，两人做伙黏甜甜。啊，物件拢穿好势咯，刷落来要创啥？大家敢知？看到即张图，我相信大家就会想要问讲，啊，去到遐是要安怎拜？啊，
无讲恁毋知，讲出来恁着倒头知。我去拜外脑的时，无甲注意，步数就安尼叮打起，尾啊爬着跋5摆才跋有。所以等下我讲的话，恁着爱真足听哦。啊是讲我今仔日嘛无暗算要直接公布答案，想要邀请大家斗阵来排看觅咧。我遮有4个选项：过路、讲基本资料、讲条件、甲跋杯。头一步敢是过路，也是跋杯，拢毋是啦。咱就先甲外脑小解你的基本资料，亲像你的姓名、当时出世、住址，还佫有你想要拜拜的目的。啊，第二步，佫请一个人来回答好无？有吗？还是好。讲条件。无毋对，就是爱讲条件。甲恁意爱条件拢讲互外脑听，啥物1前、2言、3水、4少年、5好喙、6假贵、7甜、8面烂、9强、10假死，拢甲讲互清清楚楚，安尼外脑就会当甲恁斗安排哦。过来第3步，感觉就先过路的人请举手。感觉先跋杯的人请举手。哦，大家看起来拢真巧呢。无毋对，就是代志若是讲了，就爱先跋杯；若是跋着圣杯，就会当去外脑遐摕一条红线甲用言路才来过路。搁甲大家考看觅，咱过路的是爱先行对倒边去，就是安尼说，还是行对正边去，安尼说。感觉是行即边，安尼细人比大头尾互我看，啊，感觉是安尼细人比 OK 好无？我看即个有淡薄仔难啊，所以我的公布答案就是爱先行对倒边去，就是照西顶的方向安尼说，安尼才会当甲福气拢往家己抱，大家爱记得咯。好，啊，要拜拜时嘛有一寡美角着爱注意，就是我遮有5项物件，有3项是咱袂当插入去的。啊，我搁叫一个人来回答好无？有人要回答吗？好，那个妹妹。无毋对，规张好好。就是咱袂当戴帽仔，佮挂乌领的目镜，安尼外脑无看清楚你生做啥款，是要叫伊安怎斗找正颜的。第3项咱袂当在就是雨伞，安尼缘分才袂散。啊尾啊，佮有一个上界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你若是参朋友做伙去拜月老，爱记得毋好相等，因为爱情是袂堪得等的啦。啊，拜拜了后，过来就是爱相信讲月老会甲咱斗安排。啊，阮着有拜托月老甲迄个上适合的人安排来咱的身躯边啊。阮嘛较主动咧去熟悉一寡新的人参面斗阵，嘛爱有耐心相信讲月老会甲咱斗安排。尾啊，若是月老有影甲咱找着对象，爱记得创啥，就是转去甲月老说多谢，安尼拜着真圆满咯。好，我今仔日讲遮拜月老的步数，就是互想要找对象的人较知影要安怎做才好，啊嘛互迄种无需要拜月老的人熟悉一寡咱台人无共款的月老庙。凡说恁灵感嘛有需要啊，大家讲对无？祝福大家拢会当找到恁所意爱的人，有缘斗阵来做伙，3季了后无后悔。我的演讲就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